大多数中超球队1年的比赛奖金。对，漂亮！哎，这球，穆里奇，对，看看穆里奇塞进来，手球，故意用手球啊，手球全对，没得说的。哎，点球，对，这一瞬间裁判终于看清楚了，对，这个没得讲了。这呢是左手的扣球动作，再来看一下，啊，右手，哦，但是犯规的地点，对，再来看一下，下半场比赛也有一次很好的出击，倾听，又是穆里奇这个点球，克莱奥哈，克莱奥，对不起，克莱奥的点球处罚的可是太有心得了，对，处罚了2个点球，都把裁判员把守门员给骗了，对，再来看一下，把守门员骗过了，第5粒进球了，对，没错，2粒点球，3粒运动战的进球。